好，安尼共款，我先来录开头，好无？嘿，你咧讲啥我都毋知咧。好啦，你甲考试好啦。反正我也不在意，反正我也无要名，也无要你，你就渐咱们开始就会知影。我先来录开头。好啦好啦。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先甲大家共款拍个招呼，我阿德。好，我雪红听众朋友恁大家好。我今日要先来感谢一个赞助，有得到赞助。伊讲有一个伊无写伊的名，因为我其实伊即个赞助后台是伫咧SoundOn，但是其实我即个用的即个伺服器，我已经搬去另外一间，搬去 Firstory， 但是共款两边拢会使用啦。所以反正就是我昨昏个拄好想到，叫拍开来看一下，就看到有人会赞助，安尼讲，伊讲请两位主持人，一人一碗冰。感恩啊，多谢，心凉鼻透开啦。我想你较无伫食冰啦，我另外甲换成其他物件。无要紧，什物件我收到哦。因为你无写你的名，所以我嘛无法度讲念出来讲你是啥物人。多谢，收到。咱今日录音的日子是新历的9月19号，你知影今日什物日子无？今日吼，我会使讲嘛，今日是亚特的生日，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感谢你，今日是我新历生日，会所的问题咱就保持神秘，无讨论。问号安尼啊，那这以后拢是敢若问号，跟一个会所了后拢敢若问号。不过你若是有介意即个频道的内容嘛，关于祝福我生日快乐吼，就无劳烦大家吼，刷动你宝贵的手指头啊，去到即个 Apple Podcast 顶悬甲咱的即个频道拍5粒星。你若愿意嘛，会使用各种即个收听的平台来留话互我，毋管是要祝我生日快乐，是讲分享你听完节目感想拢无问题。拜托你。当然，更较重要的是即个事实上，过2天啊，就是咱即个中秋啊，对无？对，中秋节过年啊。来，这一集发布时间嘛，拄好就是中秋迄一天。对，因为咱是固定拜二早起来发布大家已经毋知准备好要航话无？虽然今年是疫情的关系是有较缩减啦吼，但是无完完全全来禁止嘛。我甲你厝内航是无要紧，但你千万毋通讲群聚啦，毋通规大阵啦，毋通讲这朋友亲戚拢甲招来，亲戚50安尼吼，家己爱注意一下啦吼，朋友100。这一集咧，咱就特别要来应景，来应景一下安尼吼，就是来讲一个甲中秋有关系的故事。好，你即个算互即个你来约看觅，看有法度约着我要讲什么故事无？你吼，甲中秋有关系。上去有工去月娘内底住。我是讲，大概若讲到即个中秋，大部分拢想到像这几个故事啦吼。但是咱今日要讲的故事，毋是即个后羿射日，嘛毋是嫦娥奔月，嘛毋是吴刚伐木啦，无拢毋是吼，嘛毋是即个，嘛毋是即个8月15杀达路的即个月饼的由来吼，嘛毋是中秋台湾中秋要航马的由来，拢毋是。无啦，中秋就是咱伫讲做团圆嘛，团圆啦。对，但是咱今日讲的故事甲团圆一算又佫无关系我10项9项咱今日要讲的故事，相信咱的听众朋友点落去，伫收听的时阵应该就会看到主题啊嘛。伊拢无甲我讲就是咱今日的主角要讲的主角是伊阿哥。
哈，伊阿哥有听过无？无清楚。好，咱那边来听一个伊阿哥的故事好嘞，后壁就知影讲啥那甲中秋有关系啦。好。伊阿哥的故事的即个时间甲地点，讲实在当已经真歹查着啊，查无资料。目前知影讲台湾较早的记载是伫咧即个。昭和9年1934年西元1934年出版的一本册，叫做《台湾旧惯风俗信用》一本册。遮长啊！其实意思就是讲，台湾人过去的一寡生活的习惯啊，还有即个风俗等等即个记载，就是日本人或者铃木清一郎的著作。伊出版的，日本时代出版的啊，昭和9年嘛。伊出版的时间其实比咱进前捌提起过另外一个人做片公炎，就是出版即个台湾风俗志的即个片公炎啊，伊是大正10年出版的，1921年，较晚13年。咱今日讲的即个。讲到这本册台湾旧惯风俗信用是较晚13年，但伊内底内中的这个记载，主要是伫讲当时漳州人甲泉州人族群的风俗，主要是这两大族群啦。所以其他的风俗就较少一撮。内底就包含着这个，比如讲成年礼，就人讲做16岁，那比如讲台南就有做16岁的习惯，甲大个咱遮较少啦，但是加减嘛有诶活动会做。过来婚礼啦、丧礼啦、葬礼即办丧事啊，是要出山等等所有的即个仪式，伊拢会写着。还有一年当中即个无共节日的各种风俗，所以伊若是伫现代，我想应该就会甲台湾人中秋节的庆行吧，即个物件写入去啊，变成一个风俗安尼。是讲咱南面要讲到即个故事内底歌谣，咱南面会讲到一个歌谣呢，会使发现讲伫咧伊伫中国福建的即个闽南地区，亲像漳州市的分晓关，或者是东山关，毋是咱即个台南东山鸭头的即个东山即个漳州迄边嘛有一个东山关，伊遐有一个属于东山关叫做东山岛，一个岛就对啊，伊较大一个岛。顶悬嘛有像即款的故事，所以我伫摇啦，可能讲即个风俗当初是为福建这边对着咱早期的即个漳泉移民来到台湾伫咧台湾了发展成咱家己在地故事。我即想应该是安尼。好，咱来讲转来伊阿哥本身，为着帮助即个。咱方便记忆所以我就来先帮伊号一寡名，因为这故事本身是内底人物拢无名的。所以咱来互伊一个名较好讲啦。所以这个女主角咱就叫做小英好啊，阿英小英不是小英伊目前3岁尔，伊敢若3岁尔。老爸伫伊出世进前就过身啊。有一个阿兄。甲加伊真侪岁，即个阿兄加伊真侪岁，但因为即个阿兄咧无介重要，无啥物存在感，所以伫故事内底无接出现，所以咱就叫做阿伦。即个小英甲阿伦因的阿娘，身体真烂啦，都无介好，所以伫咧生完即个小英了无偌久就来过身啊。就无母啊咧。所以咱就无帮伊号名，因为一出来就过身啊。就已经不见了。这叫做跑龙套嘛。所以即款咱就无甲号名。拄则讲阿伦比即个小英佫较侪岁，加真侪岁啦。因的阿娘过身了咧，阿伦就爱负责发落即个阿娘的后事。咱讲做完头7做晚7，做完晚7做8日，做完8日做对年，做完对年佫做3年，真紧啊！虽然好过风俗，会过节咧。所以3年毋是正讲咱打讲的3年，时间长度无共款，伊有一个固定的算法。然后总共一句，所有的即个礼数拢行好了，总算会使来娶某啊。人因为过去讲啦，时大过身，无你就8日来爱娶，无就爱过3年啊。对，所以伊总算就无拢结束了，就使来娶某啊。伊娶即个某号做。我看你较牺牲者，咱那个叫阿红啊。凊彩这个是反派的，这个是歹啦。好啦。不过这个阿红啊，人是生做真水哦。不过跟我同款啦。跟你同款水哈。不过人讲鸟水是水伫咧毛菜，人水是爱水伫内在。所以对啦。唔通讲这个外表是滋味佮善目，腹内所歹心恶乐多。外人想讲你是靠念佛经佮食菜，事实上是食菜食甲肚在为界，安尼都无好啊！这个人讲双面刀贵就是安尼。这个阿峰就是这款人，所以对这个
强调一下吼，甲你无关系是借用你的名。对啦，无要紧，无要紧啊！我做红的人嘛足多的啊，无毋对吼。伊对翁婿是安尼温柔佮体贴，讲翁诶，我甲你捞烧水无吼，即款诶。好安尼。但是对即个敢若3岁小姑仔，算讲伊小姑仔嘛，因翁诶小妹，都完全无共款哦。迄态度是那种迄款，今日你若是无甲即个茶拢总摕来兄，暗顿都无你诶牙。哦，迄款的感觉吼，就态度是完全无共款。有啦，有人安尼。但是一个3岁的查某囡仔，你安尼逐工甲苦毒甲凌迟是谁扛袂起？对无？所以即个小英一工比一工佫较消瘦落吧，才3岁尔吼，营养不良，无通啊食。安尼人要安怎活？果然有一工吼，即个小英又佫互大嫂阿凤来要求吼，伊讲下暗着爱困灶骹，吼，伊就当时顾即个茶会吼，顾灶骹，坐伫德椅顶悬来顾茶，困嘛济，醒嘛济，坐到最后头咧咧，原来是鬼车来相催。可能伊迄时才3岁，所以3岁时就最后死伫咧坐伫德椅顶悬，死伫咧灶骹。所以出事无，才3岁尔就死啊，互苦毒死啊。透早即个大嫂阿凤来到灶骹一看，哎哟，即个死查某鬼啊！说真正变成死查某鬼啊！对，对。当时即个查某囡仔吼地位无悬啦，早死嘛是真世上的代志，这咱大家嘛知影，所以即个阿凤吼，若无一丝伤心，佮甲即个小英的即个尸体吼，用即个草球包包的，迄伫咧低调准拄煞，较早人拢饲猪嘛，迄低调准拄煞。后来是即个厝边头尾吼，看袂做咧，我想无写无事安尼，无写事咱进前伫咧搭一集讲过，那敢若是拿刀子迄一集吼，所以大家若想要知影无写事什么意思来去拿刀子迄集来去个听看觅。搭一集我袂记哩啊，敢若是拿刀子，个拢我写，所以我才记哩啊。再来帮大家都来帮即个小英吼来甲带新诗啦，讲至少查某囡仔无排位是无排位，至少甲带一个。对啦，莫互伊讲安尼，人讲请新路摕伫外口做迄落安尼流浪。3岁囡仔互苦毒真可怜。慢慢有一寡人就会来甲拜一个，最后甲慢慢发展成即个伊仔姑的故事。而且大家来拜了，慢慢就会产生一寡无共款的功能出现啊。就听讲伊仔姑即个卜卦的功能，卜卦就是卜卦。有心力啦。敢若算命迄个感觉安尼。有迄个能力起来。咱来讲即个卜卦这件代志吼，因为伊仔姑算讲是阴神吼，伊毋是一般的正神嘛。那比如讲托你讲官位嘛无讲介悬，但是咱讲迄种福德正神，是福德正神吼，但是这毋是正神咯，所以你吼要找伊卜卦吼嘛是有真侪规矩吼。伊嘛敢若算有一说是冤枉死哦。对，冤气嘛是卦吼。所以这第一吼，你要注意的是新婚。伊仔姑是3岁就来过身的，所以你若要卜卦问事的人咧，拢爱是即个还未嫁翁的查某囡仔。所以若讲较直接的，就是爱在色的啦。在色就是处女的意思啦，因为伊本身是查某囡仔嘛，就细汉就过身啦。所以查甫是完全袂使，你问绝对叫袂来的。各有分别就对啦哈。第二是时机，拄则咱有讲这是算是阴的嘛，伫咧风俗内底吼，一年一冬，你总共敢若有3工通互你问。安尼嘛那不离定规哦。头一工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正月15。上元节。一工，一暝吼。元宵啦。第二工是旧历的3月初3，你知影3月初3什么日子无？请妈祖啊！甲妈祖较无关系啦，虽然3月初3嘛是妈祖无毋对啦，但是迄工主要是古早人讲古清明，或者小清明。是安尼哦。过去的清明节毋是像打即个时阵基本上4月份，4月份嘛。
新历的4月份啦。嘿嘿，但是其实这是因为当初是过去清明时间足长的，主要都是这个3月初3，咱要讲古清明这个时间。到尾因为时间真长，大家各自拜因为拄着这个蒋介石过身，4月应该是4月初5吧，我若无记唔对，我无啥会记得，反正所以迄个时阵甲正式定成这个陪墓的时间鼓励大家拢积一天，等于一部分是纪念蒋介石，我是唔知有啥物好纪念啦。总共一句就是。甲这有关系，所以咱清明咱当陪墓的日子，不是过去，不是真正过去陪墓的日子。所以有的人目前啦，照顾咧应该还有伫3月初3古清明伫陪墓。有的人是这时阵就陪墓啊。我嘛做小清明嘛做古清明，过来是上尾一天，也就是咱这一日发布的长工中秋暝。安尼哦。所以我现在专讲中秋暝，所以我现在讲咱中秋。这讲起来讲伊阿姑这个故事的印证因为咱们要教大家要安怎来找这个伊阿姑，所以你大家今日是这个中秋日时啊，阮日时都发布你有听到故事你暗时你会使来试看卖。我想讲你要教一个中秋的歌不是歌教卖内底嘛有一条歌但这条歌我都没念给大家听，但是小可恐怖的有影买啦所以就是今日这天所以一年当中真罕有这个机会通找伊阿姑来卜卦的日子就是今日3天内底今日卜卦嘛有人讲卜卦抽灵签卜下卦就是卜卦但是咱这人讲卜卦因为伊的用法无同款，但是拢同款意思啦。事实上，这个风俗伫咧日本时代还佫足先行的，主要是行伫伫咧台北，真特别咯。一般咱拢认为讲较其他所在较安尼，但都是台北根据这个王国藩伊一个作者啦伊伫咧1968年有出版一个。台北市岁时记内底有这款的记载，伊就讲迄时阵这个台北人当然1968年已经毋是日本时代啦。我是讲伊主要是上时行伫日本时代，日本时代过来伫国民政府时代嘛，早期嘛佫有安尼。迄时阵台北人时间这个仪式就是一般来讲，因会伫灶骹，因讲伊是死伫灶骹的嘛。对啦，伫灶骹会准备一只竹椅，都过去这个伊阿姑死去是坐伫伊阿顶安尼死去，苦到甲死嘛过来准备一个饭食，饭食你知影饭匙咱饭食我佫毋知影电子锅你知影我，但是可能听众毋知影，咱嘛是爱甲说明一下，就是咱电子锅、电锅饭锅内底有一支白色的，就是饭匙。不止，那是白色，就这嘛，因为少这种嘿啦。饭食，饭就对啦。饭食顶悬爱画上目睭、嘴、甲鼻啊。就是一个人的面的形，你个画一个人面的形。安尼来家底。佮结一蕊红花，甲即个饭匙有饭匙饼嘛，它有饼个，甲绑伫咧即个竹椅顶悬。看水啊！毋是看水，等于讲，敢若一个人坐伫遐，迄个感觉，用饭匙来代替伊的面、伊的头的意思。过来，竹椅顶悬佮披一领查某囡仔的衫。就是咱之前伫讲即个当官分的时阵嘛，有即款是风俗就是披一领衫来代表有一个人伫遐，这物件就当做伊的身躯共款敢若伊也当做伊的身躯共款。咱之前伫讲即个当官分的时阵是披伫咧即个味道，顶悬共款意思，就是代表伊的身躯。边仔咧佫会准备一个即个卡桶。卡桶就水桶啦，水桶就会使。卡桶水桶就会使。等于滴水就对啦。当然你是一般就刷深度安尼，你倒卡，倒卡要涂开。水桶的顶面佫会放一寡即个胭脂水粉啊、芳花水佫加倒笑，像即款就敢若咱过去伊3岁囡仔尔要用这。反正伊大汉啊，变查某囡仔，毋知就是过去，因为一部分是本来就是这查某囡仔伫问伫卜卦嘛，伫问这物件，那一部分当然就是可能嘛，就因讲你一定用3岁方，你真歹放一寡物件去甲这毋管是祭拜或者是做贡品嘛，所以嘛是用较挖查某囡仔迄个方式来有的所在，因为一个所在拢小可无共款放的物件，但是大概拢是大同小异啦。伊查某囡仔需要用的物件就对，胭脂水粉这方面的啦。
无毋对，所以仪式正式开始了，就有两个查某囡仔吼，各自掠2支椅仔卡，椅仔卡总共4支嘛，嘿对，啊一个人掠2支嘛，一边2支安尼，两个人拢掠着了，做伙就会来念一首童谣，童谣就是咱讲囡仔歌啦。掠就是安尼要起动要起来吗？你会慢慢甲摕起来，轻轻啊摕起来吼，就拿念即个童谣安尼，当然你童谣你嘛使讲囡仔歌，但是我认为囡仔歌伫以呾来讲有较济是一寡真正互囡仔听的一款歌曲，甲咱伫讲的童谣小可无共款，童谣较接是用念的，较趣味。对童谣来讲，一般是有一个节奏感，就甲日本真侪足恐怖迄童谣，了解拢足恐怖安尼。当然，即个童谣吼，其实就是要请伊仔歌来降价用的即款，你嘛使当做一款咒语就对啊。各地版本拢无共，拢有一寡无共款啦。当然，但是有一寡重点是差不多的，重点拢无差偌济安尼，所以我有拣一条我个人较介意的。要来念互大家听。我听众朋友，若是你目前无用耳机伫咧听即个内容，我是建议你先甲停落来，改用耳机来听，效果会较好。安尼哦，嘿嘿，嘛甲听会清楚啦。所以安尼我就要来念啊。伊是安尼讲吼，囡仔哥，请你8月15来坐涂骹起，嘉年花。绣莲子，莲子花，姑仔今年你几岁？3岁3，穿白衫，阮湖边穿绣裙，绣荷包，荷包腰肚围，穿色裤，裙青边，也有花，也有粉，也有胭脂互你点喙唇，也有加多笑，也有花粉镜。鼓仔神若到，扩散的水桶来显声。伊就是即个安尼念的。即就敢若伫一种的咒语的感觉。对，就是甲讲我今仔今日准备啥物物件吼，请你降价来甲咱遮安尼。邀请迄个感觉。你有听到后壁上尾讲扩散的水桶来显声，就是伊即个举行即个仪式的人吼，因会一直念吼，伊出现，一直到感觉讲，得意雄雄安尼心一个，我你讲有一个物件坐起来安尼吼，有一个重量出现，迄就知影讲伊仔过来啊，即个时阵呢，即只伊啊，即两个查某囡仔都无法度真正控制啊，伊就会家己叮当嘛吼，当然你手爱一直抓着啦，即个时阵你就使来问问题啊。安尼哦，伊就会用即个扩即个放伫头前，拄仔讲准备一个水桶、骹桶吼，放伫头前嘛。你因为伊家己椅仔会叮当啊嘛，所以伊就去扩着即个水桶会发出声。那原则上一般都是扩3声。当然，伊变讲伊有法度回答的问题，其实无介济吼，所以咱定定讲即较接近即个卜卦的感觉，都毋是讲问事。你讲神明问事会使甲你讲足长的，对庙来三太子啦，有诶无吼，伊会甲你讲足长的。但是即卜卦伊就是用扩的声来回答你的问题尔。是毋是？比如讲以后会嫁好翁无？吼，几个啊，就像即款的较像卜卦的感觉，甲问事小可无共款安尼，这是伊的差别。但是特别爱注意的是讲，伫咧这仪式的进行当中，有一个字绝对袂使讲着，就是阿嫂的嫂。因为是互阿嫂考读死的。所以讲真万次。所以你若只要一讲到阿嫂的嫂这个字，就随就走去啊，我就无啊，就是走就无啊。可能真个会惊的款啊，毕竟是囡仔就互考对，嘛有会惊啦，所以嘛袂使有即个已经嫁翁的查某人参加。算讲拢有禁忌的。这拢是你若无小心去犯着这个禁忌哦，原则上伊仔高都会随退价，你就无得继续。你就免问啊啦。这规个过程吼，叫做关伊仔高。关这个字吼有两个讲法啦，一个认为这是关卡的关，也就是讲阴阳关界、阴阳关的意思。是甲迄个关录音无共啊。对，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认为讲是关录音的关看的关吼，所以总共一句不管是哪一字啦，因为这个记载顶关有两种写法，两种的讲法啦。但是总共一句，这就是念作关伊仔高，这个规定。就敢若较早我毋知咱听众朋友可能若较有会人会算过，我较早细汉。
就国小时嘛算过吼，学校拢最流行的事件，讲算这个碟仙。笔仙你较早有算过吗？唔敢算，惊蛮不利啦。都一张纸顶悬会写足侪字嘛，吼，啊，都有一个起始点，一个出发点安尼，啊，都几落人，大家手都举迄支笔安尼，吼，啊，都笔仙。对，我以前嘛，因为惊，我敢若算过一两届。我唔敢算咧，较无大。较像迄个感觉，只是讲这个医药膏第一是你爱准备的物件较济啦，吼，第二是有较济要求，但是若中秋要算这，我想过去嘛当做一款敢若游戏啦，查某囡仔之间的一款游戏啊，吼，所以游戏啦，所以就是拢中秋暝的时阵伫算的。我大概今日若有兴趣会使试看卖。来补充一下吼，咱拄仔讲这个医药膏过去伫咧台北是真事件，毋过鹿港嘛有甲伊差不多的故事甲活动，吼。不是讲这个伊毋是伊仔膏，伊是拿膏篮子拿。你讲这个伊仔膏发生是伫台北？毋知发生伫倒位，我是讲这个破卦的方式伫台北过去真事件，但是若讲到这个人是安那过去，像咱之前讲到单手娘啦，讲到李祖庙烧金，讲到这个啥拿刀子，拢大概有讲到讲伊伫台南的什么所在吼啊，我若讲宜兰故事嘛，甲你讲是伫宜兰什么所在，但这个故事咱头前有讲到就讲已经不可考啊，已经毋知伫倒位啊。我都参考出来，讲伊所在是伫倒，但是有这个，但是根据我去看其他的资料，会使看到讲，包括伫咧漳州的几落县市嘛，有即款的讲法。那伊县级内底嘛，有些县级的限制，吼，每一个县拢有写一个县级，就是我过去发生的代志，所以真有可能是过去发生伫遐的代志，啊，对着当时的漳泉的移民吼，漳州人甲泉州人之间做伙带来个遮，所以变讲。包括连名嘛无人名地点嘛无啊，什么时代嘛无就刚才讲有这款的故事，都是一个故事只是讲伊伫台湾发展成台湾家己的版本。安尼但是因遐嘛有像这款叫找伊仔膏的这个关伊仔膏这款的风俗都有影。是吼。咱都讲台北真事件，但是鹿港嘛有差不多这款的故事甲活动。伊这你要去厝来讲是，伊有一个。庙迄落诗也是什么物件？无你哪知影讲，迄个所在有采伊仔膏呢？免采伊仔膏，都像咱算即个笔仙、碟仙，咱嘛无伫管伫倒位啊。小学内底、小学内底嘛拢伫算啊。安尼哦。共款即个意思。但是因是即个叫做拿膏，我当讲鹿港迄边较特别是，因毋是伊仔膏，因是拿膏，拿缀着内底个缀一个红颜的形，即个洋娃娃，就看起来足恐怖诶。共款吼，这嘛是查某囡仔伫咧算诶，但是因若要讲吼，因较公平，因为因除了查某囡仔算的即个拿膏以外，还有查甫算的或者扫帚型，所以因两款拢有。当然共款即个活动吼嘛是拢有即个冠即个字吼，所以就是讲冠拿膏或者是冠扫帚型，拢共款。鹿港上厉害伫咧倒位是，咱一般都要讲即个算法吼是，你讲算法嘛是啦，吼，不过方式是可能2、3个啊查某囡仔吼家己伫厝内灶骹伫算即个物件，但是鹿港伊上厉害伫咧，伊是中秋暝还袂出嫁查某囡仔全部拢组织做伙，大家做伙来烧酒，做伙来，较有伴，可能去倒遐广场啦、庙埕啦，或者一个所在吼，大家都做伙做即个关伊仔膏的仪式，可能几落10个人拢伫遐，规钟头的查某囡仔还袂出嫁拢伫遐安尼哦，可能较袂紧张，大家拢想要问讲以后会嫁好啊，我都即款的仪式安尼，甚至讲伫咧鹿港啊，伊伫咧即个民国83年、84年迄卡搭迄个时阵吼，有举办即个鹿港全国民俗在嘅活动，伊其中都有举办即个关拿膏甲关扫帚型的活动，官方正式来举办，你讲当可能无啥物政府敢办即个物件吧？安尼不哩重视即个文化哦。但是你讲敢有人敢办？你政府讲办即个？你讲现场大概1000人笔仙活动，像刚才大姐政府哪敢办那种美事啊？那不哩啦，正经出什么代志要水象？听讲当时嘛有，还有即个外国人来参加咧。安尼伊嘛好奇啦。伊个尾有讲吼，讲伊嘛。伊有回应讲伊家己迄个时阵的感想就是讲伊嘛毋知影讲家己哪会无才调控制家己的骹手，就是因为关扫帚型就变成用扫帚，但扫帚嘛会叮当吼，但是当然咱外人看讲是伊摕着扫帚，但是其实是扫帚。即个讲法意思是讲扫帚家叮当，只是抓着迄支扫帚，但是伊嘛无法度控制扫帚安尼。伊无法度迄落啦。
伊就讲明明我的意识着一个足清醒的啊，我来袂控制，家己袂控制，无法度控制即个骹手安尼吼，这是伊一个补充啦。对外国人来讲，个是真特别的一款体验安尼。哦，所以今日咱若即个中秋节你早起听好暗时啊，你若是袂出嫁查某囡仔，你会使来试看觅吼。即款的算讲八卦的方式，过去嘛是算讲一款游戏啦。啊，只是讲厝诶，当要找得意嘛，无好简单。哦，对啦，但真侪人厝诶嘛无得意，我厝诶嘛无得意啊。无啦，足手啊啦。我是毋知影塑胶椅会使无，但是可能迄个开口就无啥共款，迄感觉就无共款啊。嘿，这是较好耍诶所在，大家若有机会会使去试看觅。啊，佫是煞时间吼，你若早起听着有时间，买一只得意来算看觅。好来，今日咱就配合着即个中秋佳节，来甲大家分享即个伊仔古诶故事。毋知影大家对即边诶即个主题有啥物款诶想法咧？这一集诶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诶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 留话互我。另外，嘛当到即个 Instagram 还是 Facebook 找出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所以顶头嘛有较侪即个补充诶内容通好参考。当然，你若是非常介意阮诶节目嘛，欢迎你点下即个 show notes，就是说明那位内底有即个赞助诶连结吼，一杯咖啡诶钱，也是一碗饼诶钱，拢会使互阮更较大诶鼓励。就安尼，咱就后礼拜继续听故事咯，拜拜，拜拜。